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Claudia， 歡迎又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就係講喺美國遇上嘅惡租客。我老公係房地產嘅 agent 啦，所以好容易接觸到呢啲人同埋事。星期我哋啱啱就幫嗰個屋主啦，即係客人啦，去攞翻佢自己間屋。咁依家我就喺嗰個屋苑嘅外面，咁一陣間就會帶大家入屋去睇一睇，俾惡租客破壞成點樣樣。依家就先講講嗰個租客嘅背景先。咁係一個黑人嘅夫妻，有2個小朋友。咁其中一個呢就係1歲嘅，另外一個就係大概係6、7歲左右。我哋入到屋嗰陣呢，就係一陣好大陣嘅大麻味啦。而且嗰啲牆壁都係花晒嘅，因為有小朋友喺度畫畫啦。法院呢已經係批准咗嗰個驅逐令噶啦，所以上星期已經係俾警察驅逐咗噶啦。你已經白食白住咗好耐噶啦，已經係超過1年都冇交過租。主唔單止收唔到租啦，仲要交房貸啦、水電煤啦，仲有呢個嘅管理費 HOA。美國就唔似香港啦，話可以話 cut 水電煤咁。租客用唔到咁就走，但係呢度美國呢，就唔可以做呢樣事情啦。如果你喺美國呢 cut 租客嘅水電煤呢，係分分鐘會俾租客去告翻轉頭嘅，因為美國法律係傾向去保護租客多過係房東。講翻正題啦，咁當日呢，警察就敲門啦，咁個租客呢，就扮到好愕然咁樣樣，點解會有警察喺外面噶？要大大聲咁樣話呢，自己冇收到呢封驅逐令嘅信，仲同警察講你哋冇權趕走我。一般嘅驅逐令嘅信呢，就會通知你5日之後你就需要搬走。租客就話自己冇收到封信啦，話自己冇鎖匙。啲大話真係啊，邊有可能啊，住咗1年都冇攞過信嘅啫。大大聲聲咁樣去鬧個警察啦，去 argue 點解你自己要搬走，全唔識驚嘅，佢哋係厚顏無恥到一個點。仲話今日係會有10幾單嘅驅逐令係需要執行，話今個月咧係需要執行1000幾單嘅驅逐令，咁係我講緊係1個警察。What? 可想而知咧，啲惡租客有幾多嘅。Anyway 咧，最終嘅惡租客都係要搬走啦。個警察見到個惡租客走咗啦，咁佢都走埋。係嗰個警察走咗之後咧，佢仲喺嗰個社區度徘徊，仲想試圖去入翻間屋裏面。好彩嗰個屋主呢係帶咗個換鎖佬過嚟換鎖啊，所以佢先冇機會入得翻去。惡租客係將啲嘢留晒喺度嘅，咁啲梳化啊、家私啊，仲有嗰啲衫褲鞋襪啊都冇搬走。屋主就需要承擔呢啲費用啦，去將佢呢啲雜物去搬翻去一個倉庫度，然後就要嗰個惡租客喺嗰個倉庫度攞翻佢自己嘅物品。依家就帶大家入去睇下間屋係變成點樣樣啦。呢度附近都有好多唔同嘅 apartment 啦，咁呢個位置都好近嗰個機場嘅，所以都係算係鬼佬區。到啦，呢啲 apartment 都係屬於個封閉式社區，住戶係每月需要俾$1000嘅 HOA 管理費，游泳池同埋健身室俾住戶使用。由於間屋實在太臭啦，成間屋都瀰漫住好大陣嘅大麻味，所以我就冇行到入屋啦，只係我老公入咗去。呢個第一間房就係樓下嘅房間，有勁多嘅雜物。然後呢個就係第2間房。最後就係呢間主人房，成個地下都係嗰啲污糟嘅衫，又污糟又亂。連水喉都冇閂到，真係好難想象到咁污糟嘅環境係點樣養育到2個小朋友。
條樓梯嘅地氈都發晒黑。我諗平時佢哋都係冇除鞋咁樣去直接行上去樓梯。其實我自己都有出租過房屋，咁喺呢個過程裏面，我自己都親身遇到一啲比唔交租更加恐怖嘅租客。其中一位租客租咗我間房之後，竟然從事唔正當嘅按摩服務，攞我間屋嚟接客，最終又係點樣解決呢？咁就要留意下我之後嘅影片啦。遲啲我會詳細咁樣分享呢啲經歷。喺過往呢7年嘅房屋出租呢個過程裏面，我遇到好多嘅形形色色嘅奇怪租客，之後都會逐一分享。好啦，影片又到尾聲啦。如果你鍾意我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訂閱啦。我將會分享更多嘅洛杉磯嘅生活片段。我哋下集再見。